香港婚禮節奏一向急，半個鐘頭完成姊妹裝，15分鐘 set 頭其實已經去到極限，再壓時間，質素只會直線下降。今課唔係教姊妹頭，而係想揾出要點樣做得更好更快，分享姊妹髮型上嘅執生位。莫講影相，客人亦只睇到前面，所以應放多啲時間響前面。我覺得粟米粒比粟米鬚做得快，打直夾嘅話痕跡少啲，拎後啲頭髮夾更結。若話一早已爆界，先分出劉海區，響爆開位置抽出少少髮片，90度扯高，夾根部，咁就解決爆界同貼頭皮。髮精油係好東西，幫頭髮包一層薄膜，受熱後唔易散，冷卻後鎖住捲度，冇咁快冧，保濕抗濕，冇咁毛躁。